继续咱要来看拜五台北捷运发生随机攻击的案件了后，伫网络顶有人用越南的 IP 写文章，恐吓写讲25会伫咧高雄车头惹事，发动更较大的事件。这个破文一个出来是引起众人的惊吓。目前已经有抓到其中一个转传这个文章的嫌犯，信后是以5万块交保。咱来刑事局讲，伫网络顶破文，这是所谓的卡热，是拢追踪会到的。像这款恐吓的言论，绝对会来严办。提醒乡亲，千万都唔通摕头毛来试火。好，来可以走。嫌犯和调查局人员锁登去台北随机攻击事件发生了后，有网友以越南 IP 发文讲，25要伫高雄车站发动更加大事件，文章互侪人转传。检调20锁定其中一名以新办的户头号码转传文章的4单嫌犯，具体到案，并且继续追查原始的发文者。台湾高等检察署为避免恐怖攻击事件发生，责成全国各地检署成立应变小组。本署与辖区检调联等单位成立联系平台，以预防恐怖攻击事件发生。4单嫌犯被认定涉犯恐吓公众罪罪嫌，释问了后以5万交保。为了强化治安，原本透早就有情况的高雄站下边的空场，代替明年也为连接空场的电扶梯加装管制门。目前就是软性的管制加上我们的保全形式。那我们希望说明年度能把这个硬式管制门把它专设完成。恐吓文章引发惊吓，刑事局强调，网络发文拢有所谓记录，会针对恐吓社会言论启动侦办，绝对袂原谅。今日高雄圣诞新华节这大型的活动，这2天也4个人看到顺利的竞赛，警方甚至出动空袭机对上空来掌握人流数量甲现场的状况。警察局、经发局以及捷运局等相关市府单位有成立联合指挥平台，我们会全面做人流、车流的监控，并机动来做警力的部署，还有调派。还是会注意一下，如果说有一些比较不一样，可能有一些什么人群有在奔跑什么，还是要小心一点。随机攻击案件，互人民警觉性提悬。毋那高雄有游客20伫台南美术馆里馆看到不明的烟雾，官方甲当地人澄清，水雾是日本木雕艺术家的地景艺术作品，开馆日都会定时来释放烟雾。不过，若是经过人看袂清楚，就会随停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